月薪3000，还天天加班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呀，还是老婆们香啊！是否激活3000后宫系统？3000后宫新版本，这一听就让人兴奋啊！我当然激活了。成功激活3000后宫系统，娶妻即可获得奖励，娶的越多，奖励越好哦。干嘛？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梦啊！我还以为穿越回去了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相公。穿越大洲，我只要娶一个老婆，真的就能获得奖励。如今已经3000后宫了。相公，该洗漱了。来了，夫人们早啊！相公，早上好。青莲，你就是相公，该喝药了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喝不了，下次。哎呀，姐姐，今天是相公的休沐日，让他呀好好休息休息。大家都散了吧啊！散了，快走吧。谢谢啊。咦呀！相公，早安！夫人们，早上好啊！早安！相公，再这样毫无节制，会短寿的。确实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没事吧，相公？虽然已有3000后宫，但不能就此懈怠，还要努力呀。哎，对了，小九啊，马上去发布娶妻令，本世子准备迎娶第3001位小妾。还娶啊？为了天下苍生，就算是精尽人亡，我也义不容辞。好，娶。皇姐，为何突然兴起来西访侍卫夫私访啊？朕并非突然兴起，而是遇到南姐博士，特地出来碰碰运气。是为那屡犯疆劫掠的倭寇？的确如此，倭寇神出鬼没，北至益州，南临闽越，沿海劫掠财物，残害百姓，真是防不胜防。太可恶了！可是倭寇善于隐藏，海外岛礁无数，根本就找不到他们。朕听闻，最近这西访市出现了许多前所未闻之物，定是出现了某位奇人。如今倭寇之患迫在眉睫，我想找到那位奇人，询问应对之策。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，一个奇人有什么用？看来是朕病急乱投医了，这次咱们要白跑一趟了。张武，外面有何人如此吵闹？启禀陛下，汉中王质子许不凡出行，这排场甚是惊人。哼，不过一介质子，能有什么排场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这是。让我回家！让我回家，妻子！别走啊，妻子！他就是许质子，不过
这4个轮子的铁疙瘩，这是何物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此4轮车呀，据说能载数十人，日行千里，不知疲倦，乃载人神器。载人神器？难道他就是朕苦苦找寻的奇人？皇姐，真有可能哦。不管怎么说，此等神器如果给朕用来剿灭倭寇，那岂不是如虎添翼？走，咱们跟上去看看。站住！不参加选妻大会，不得进府。选妻大会，皇姐，你看，世子出来了。皇姐，这仔细看，这世子殿下还蛮帅的呢。这么看来，的确倒是有几分奇人之姿。但是，这选妻大会又是何物？哎，世子大人，您这又选妻，这腰还撑得住吧？本世子身体好着呢，就算再娶3000妻妾，也照样夜夜笙歌呀！啊，世子威武，扬我大寿男儿雄风！好啊，亏朕以为他是朕苦苦追寻的奇人，原来他就是个风流无度的浪荡子。接下来第3001届世子选妻大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候选者依次上前展示自己的才艺特长。3001届，这世子莫非真娶了3000个小妾不成？真是岂有此理！世子，奴家擅长舞蹈。奏乐。好嘞。哎，停！本世子后宫佳丽3000，会跳舞的多了去了，不缺你一个啊！啊，走！世子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嘛！走，拖下去！看看我们世子。下一个，参见世子。哎，啥呀？这，拖走！世子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岂有此理！害疆百姓，朝不保夕，朕岂时难安？他倒好，在这大肆挥霍，招妻纳妾。朕就要治他的罪，杀鸡儆猴。皇姐，我看这些女子一个个的，好像迫不及待嫁给他一样呢。一定是他们的家人受威胁，迫不得已而已。张武，去调城卫军包围世子府，待选妻大会结束之后，拿了他的罪证，动手擒下他。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相公，可否有你心仪的女子啊？牙刷，这个有了，不行。电风扇，这个也有了。哎呀，奖励都开始重复了吗？见过世子。哟，加点人，姑娘，贵姓啊？奴家工部侍郎之女。穆琴操啊，穆琴操，真是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流鼻血呀！我的第3001个小妾就你了，谢世子。来，见过世子，还不赶紧叫相公？相公，奴家头好胀，好像多了些什么东西。那个来人呐，扶夫人下去休息。嘿，慢点，洗好澡啊！我就猜这淫贼一定会选择身材最好、最漂亮的那个。选妻大会结束了，闲杂人等速退去。慢着！谁呀？警告！金色传说。徐不凡，你可知罪？哇！金色传说，金色传说。姑娘，敢问尊姓大名啊？大胆！失礼，在下许不凡，汉中王之子，初见佳人惊为天人。
对你的爱意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一时无法自拔，还请谅解谅解。世子，你还怪有风度的嘞。我操，以后这姑娘也不简单呐。许不凡，你可知罪？不是，我就摸一下小手嘛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如今倭寇屡屡犯边劫掠，导致海商断绝，税收锐减，沿海的百姓更是惨遭杀虐，时事九风。我当然知道了，可那都是女帝无能，关本世子娶妻什么事儿啊？世子，倭中口出啊！哎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倭寇之患迫在眉睫，女帝屡次下令让百官削减开支，可你呢？招纳3000余士，无视朝令，你该当何罪？我知罪？你以为我愿意娶妻3000夜夜笙歌呀？我娶妻那是为了大周。一派胡言！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娶妻对我大周到底有何好处？这美女简直是前所未见的金色传说呀！娶了她，不知道有何等牛逼的奖励，得好好忽悠一番才行。我不娶妻，哪来的那无需牲畜就能日行万里的神车啊？我不娶妻，那今夏淮南大旱，户部哪来盈余钱粮去赈灾10万灾民？我不娶妻，那北疆何来的神兵利器阻止外敌来犯？自从女帝登基以来，北莽无法寇边呐！许世子，你是说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不成？那当然。真是一派胡言！张武何在？把他给本宫拿下！你们敢抓我相公？什么身份？就是。相公，看这令牌，他好像是皇亲国戚耶。你身为质子，身份敏感，万万不可得罪呀。皇亲国戚？怪不得是个金色传说啊！哼，怕了吧？我今日便拿下你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我当然有意见了，我就娶个妻嘛，你干嘛抓我？哼，就凭你欺君罔上，无视朝廷。欺君罔上？这样，你去问问那个女帝，我要是不娶妻啊，她睡得着吗？她？哼，岂有此理！我睡得好着呢。我说是女帝，我也没说你。世子，你娶妻对大周真有如此多好处？那当然。巧舌如簧，难道你能靠娶妻解决倭寇之患不成？一群倭狗也配称寇？本世子的老婆们，哪还不是覆手可灭？就是。哼，荒唐！这种话鬼才会信。大周绵绵海岸数千里，倭寇神出鬼没，来去如风。等消息传到朝廷的时候，我们派兵前往，他早已屠城灭村，消失在茫茫大海。你一个好色世子，能有什么办法解决？是啊，女帝和满朝文武想尽办法却毫无用处，只能看着倭寇日渐势盛。我笑那女帝无能，群臣少智。要是早点让本世子出手，那倭寇不是弹指可灭吗？世子，你当真这么厉害？说大话谁不会啊？倒是你妄议女帝，罪加一等。皇亲国戚了不起啊！你们要是敢动我丈夫一根毫毛，我告诉你，我这3000的姐妹把你这大周掀了，把你大周给掀了。好，竟然敢图谋不轨！哎，小九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相公，反了他们！以你的实力，3000姐妹，你就适合做皇帝。当皇上有什么好？当皇帝有什么好？当皇帝多累，哪有我现在逍遥自在？哎，那个什么，要是我轻松能帮你解决倭寇，你又该当如何呀？你区区一个好色如命的废物世子，倘若你真能解决倭寇之患，那本宫亲自替你向女帝请令，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要求很简单，就是你嫁给本世子，做本世子大夫人就行。许世子，你可真敢想啊！你，找死！哈！欺君罔上，无视朝廷，到现在还敢觊觎本宫，就这些罪名，足够可以让你株连9族。怎么，你不想解决倭寇了？当然想，
但绝对不是靠你这满嘴胡言乱语、一无是处的世子。王姐，要不让他试试吧？万一真解决倭寇了呢？哼，绝对不可能！指望他能解决倭寇，还不如指望我大周将士能飞天遁地，直捣倭寇大潮。飞天遁地很难吗？你真是找死！好，答应你的要求，1炷香之内解决倭寇，否则我就拿你去祭旗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世袭，小九，去让夫人们准备一下。好的，相公。哎，等等，怎么忘了？世子，你该不会是想拖延时间搬救兵吧？属下担保，这质子府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1炷香之内，如果你无法解决倭寇，我就把你的头砍下来当球体。哎，不是，你动不动就砍别人头，你真当自己是女帝呀？啊？世子，谨言慎行。牙尖嘴利，本宫看你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用再等了，张武，立刻动手拿下他。用上！不是，还没准备好吗？你衣服都快被人穿了。大老婆，你现在这样对我，待会儿我的大宝贝出来，你肯定后悔。谁是你大老婆？今日，本宫就要拿了你祭旗。谁敢动我们相公？相公，护国大小姐，别管我，放箭，快放箭，把他拿下，以免祸害京城百姓。放箭！看！喂，你们大力点儿！加油，加油！把这个铁疙瘩给我拿下！加油，用力加油！世袭，放肆！你要干嘛？快放开我！你不是要解决倭寇吗？来，我来告诉你怎么解决。王姐，正追！王姐，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我才不怕呢！我竟然飞上天了！此物居然能载人飞行，这是何等怪物？这叫直升机，科技的力量，可以垂直起飞，横空悬停，每个时辰可以飞500里。每个时辰飞500里地。哎，等等，你说解决倭寇就是靠他们？当然了，有了它之后啊，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倭寇的行踪，并且提前防备吗？对，有了它，倭寇岂不是无所遁形了？简直是侦察神器呢！查出倭寇的动向之后，我就派出坦克守株待兔。嘿，什么倭寇，全都轰成渣！本宫现在信了。区区倭寇，只要有这等神器，那不是手到擒来？报警了啊！摔下去可就是肉泥喽。世袭，回去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你刚刚飞得好高啊！我没事儿。许不凡，你能否将你的坦克和直升飞机借本宫一用，剿灭倭寇？你就是这么求人的？你好，算本宫求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那个小小的要求，
解决完倭寇再说。嘴真硬，不过无妨，等你嫁给本世子，做本世子的大夫人之后，再硬的嘴，本世子也给你亲软。再硬的嘴，本世子也给你亲软。那个穆清操，派夫人们去协助水军剿灭倭寇。好的，相公。这下大周的心腹大患总算解决了。那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举办呀？大胆且不凡，给我拿下他！不用，先退下吧。姐，你们这是？大胆！不是，大夫人你别叫大夫人，先解决倭寇再说。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，叫你什么？我姓周，名月溪，她是我妹妹，叫婉清。以后就叫我们周小姐就好啊。月溪啊，我要说说你，人呢要言而有信，知道吗？你已经有3000佳丽陪伴了，为什么还要我做你夫人？你怎么好好的哭了？大胆！人人都说我有后宫佳丽3000，但谁知道我是为了奖励啊，不对，我是为了大周，我牺牲了这么多。世子，你别哭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没享受其人之福，这装腔作势。真是苦了你了。冲啊！把姑娘塔卡迪快，这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什么怪物？都给我上！怪物，撤退！撤退！快枪！打死他们！想跑，做梦！按照本王的命令，倭寇今日将攻破平海县城，那女帝连小小的倭寇都解决不了，朝臣只会觉得她无能。然后，我爹大将军赵霸天在王爷您的带领下，解决掉为祸大周的倭寇，威望大增。待本王登上了帝位，你就是大周皇后。我和我爹定助亲王一臂之力。真乖。哦，进来！快说，
是不是平海县已经被攻破？禀亲王，倭寇未能攻破平海县城，就连德川王子也被女帝亲卫张武生擒。你说什么？仔细说来。这么大一个炮！够了！能飞天的神器，还有吼声如雷，能将人震成齑粉的铁皮怪物，你真是荒唐！属下句句属实，据说都是许不凡之物。该死！那许不凡就是个好色的废物世子，竟有如此手段！亲王殿下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德川王子被生擒，去，我修书扶桑王书信一封，让他派使臣来兴师问罪，那女帝一样可以威望扫地。亲王殿下运筹帷幄，这大周的地位就应该是你的呀。大周。皇姐，倭寇之患已除，你这半个月深居简出的，不出宫门一步，是在躲许世子吗？胡扯！朕贵为大周天子，怎会躲他？总之，朕没有躲他，只是马上迎来万国来朝，朕太忙了。也对，这是皇姐登基以来第一次朝拜大会，事关大周国体，的确不能轻慢。你知道就好。这次朝会极为重要，是朕彰显皇威、威压万国的重要时刻，怎可因为儿女私情？陛下，不好了！扶桑国公主带领使臣堵在了鸿胪寺，并放谎言我大周什么？说！放言我大周无人，竟让以女娃登基称帝，根本不配万朝来拜。大胆！摆驾鸿胪寺，朕倒要看看是谁给了那尊儿小国这胆量。是陛下。这扶桑使者也太猖狂了，竟然堵住了鸿胪寺。就是，如今万国朝拜在即，他们此时此刻堵住鸿胪寺大门口，这就是在打我们大周的脸呐！就是呀，嘿！这就是你们大周的武举人，简直是弱不禁风！大胆！尔等身为扶桑使团，竟敢堵我鸿胪寺，还打伤我大周之人，怎么着？要宣战不成？怎会？我只是久慕大周武德充沛，前来请教而已。如果你们连比试都不接的话，那大可派兵把我们赶出去啊，也好让诸国使臣见识见识你们大周外强中干罢了。哼！发现稀有奖励，无人机群。无人机群？这扶桑公主，我取缔！哎，大夫人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月希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么多使臣看着，要是真派兵把他们赶走，那我们大周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？该死的扶桑人，就是看准了我们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如此的无礼。怎么着？你们想如何比试？很简单，天黑之前，只要你们大周人能赢我扶桑斗牛、司棒、秦虎、博象4大横纲勇士，那便算你们大周赢。我扶桑仙乐成服，第一个朝拜大周，永为藩国。如果我们赢不了呢？如若你们赢不了，那便放了我兄长德川康，并且送你们7个大字。大周人孱弱无能。本宫就知道你们是有备而来。那又如何？不行就认输，承认你们大周无能。放肆！云溪姐，
你别冲动，不就是比试吗？怕他们不成？别让我先去比试一场。万万不可！太显然属下。看我的吧！哼！就他。哎，他能行吗？晚清自幼好动，不爱读书，倒是跟了不少武学大师，学了一招半式，就算赢不了吧，也不会输得太惨。没想到敢上台的还是个漂亮的小娘子，看来大周无人了。姑娘，快下来吧，快下来吧！对呀，姑娘，这扶桑相扑手力大无穷，你不是对手啊！就是啊，小娘子听到了吧？识相的就早点下去，省得我把你打得屁滚尿流，丢人现眼。少废话，要打就打，不打就认输。好。为免诸国使臣说我扶桑勇士欺负你个大周弱女子，你先出手。但凡能让我退班，我便跪地认输。这是你自己找死！哼！小娘子在给我按摩吗？好舒服呀！哎，糟了，婉清，快退下！哎，你可不能这么干！呀！你放开我！好啊！哎！婉清，打了我这么多下，打你一下不过分吧？啊！疼死我了！可是我未来的二夫人，你找死！我扶桑勇士还未用力，是他自己太过弱小，还逞强，就如同这大周外强中干罢了。我看你是欠调教了你。不成口舌之女，你既为他打抱不平，那就上台来比试。哎呀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那你来呀！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小九，我们走。好。啊，许不凡，你竟然第一个带头离开，简直连婉清都不如。哎呀，大老婆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是去准备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啊，小九，好，走走，等着。等着。哎，果然是个纸老虎啊！哎，是啊。这就是你们大周的汉中王世子，放完狠话就跑，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。你们大周皆是此等鼠辈，有何颜面让万国来朝？我相国才不会逃呢！大家都看见了，还能有假？既然没有人敢再来上台比试，那就乖乖认输，放了我兄长，并当着诸国使臣的面承认你们大周孱弱无能。真当我大周无人？我来！你是何人？张举。这怎么是他呀？张家的一个纨绔，难道他在找死不成？就是，他上去有什么用？哎，哼，这一介纨绔都能站出来，这许不凡临阵脱逃，太让朕失望了。我相国才不会逃呢，他马上就会回来的。他回来有什么用？就他那身子，早被尔等掏空了。你好，你成功激怒了我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好啊。就这。住手！竟然
以多欺少。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你们大周要战胜我4名扶桑勇士，可没说是1对1呀。强词夺理，张举，扶桑人卑鄙无耻，不顾颜面，以多欺少，你还是先退下来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对啊，不想死的就赶紧像你们世子一样，赶紧夹着尾巴跑啊！你们大周人啊，不过是一群无能的废物。我今日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却不允许尔等倭狗辱我大周。好怕怕呀！别逞强，张举，那样会死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死有何惧？我大周乃是用无数将士的鲜血敲铸而成，岂可轻辱？今日就算是死，也要守护我大周，夺威不坠。我还没有输，大周还没有输。相公来了，相公只需10息就到，他来了，我们肯定就赢了。你下来，散热输吧。抱头鼠窜之辈就算回来了又能如何？连我扶桑勇士一根汗毛都没伤着，你们大周就是无能的废物。该死的狗仔，辱我大周，我和你拼了！纵然手无缚鸡之力，我要与尔等同归于尽。嘿，我来，我来！两位兄弟，别冲动了！哈哈哈哈！你们这群大周人弱得像只鸡！我大周国威不可辱！不要！张举，他已经输了，你们还要怎样？太阳彻你会死的！你放心认输，我相公会打败他的。认输？吃了！那胆小如鼠的狮子回来真好，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残忍。想要赢我，下辈子吧！住手！一国卷曲！不要！如此弱小，就该像你们废物世子一般，像狗一样溜走，敢反抗，活该被我扶桑勇士撕成碎片。别忘了，撕碎！相公来了！倭狗，你是看不起我不凡史塔克不成？哎呀！相公，你终于来了！徐世子，你这一身铠甲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准备？连盔甲都不是，就是一坨铁疙瘩！你还是赶紧下来吧，你这就是送死！幸亏有我的机甲在身，这群相扑手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。不愧是排名前10的夫人，妹妹我远远不如你呢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这些倭寇敢来大周放肆，一个也别想走，男的直接撕了，女的纳入后宫当小妾。狂妄！你以为套一层铁皮就能赢我扶桑4大相扑手？你这一身笨重的铁皮就像沙包。井底之蛙，你懂什么叫钢铁战衣吗？钢铁战衣，你这一身铁皮连动一下都困，还相扑？徐世子，你想死，你也别在这丢人现眼啊！对呀，就连咱们大周的武举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呀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不行，老子给他们拍成肉泥。许不凡，你不要闹了，想退？迟了，说吧，想死在哪一位扶桑勇士手上？这么麻烦干嘛？4个一起上！许不凡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一个人你尚且不敌，4个人一起必死无疑。那既然你这么笃定，打个赌如何？你说说，赌什么？只要我击败1人，你就脱1件衣服；我要是全都击败了，你就别回扶桑了，留下来。
做我小妾。下流！哼，怎么？你不是对这4个废物信心满满吗？怎么着，不敢赌啊？你的意思是你也觉得这4个废物会输，对吧？公主放心，他不过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，就算掏一身铁皮，他也是个废物。好，赌就赌，不过你要死在他们4个手上。我要你们大周所有农耕、地理、军械、文化类的书籍。没问题。徐不凡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怎能擅作主张？放心，我不会输的。世子，你当真有把握？一切尽在我掌握。就是身着机甲的相公，无人能敌。相公加油！相公加油！相公加油！他们真可笑，你们都不要动手，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个铁疙瘩摔成碎片。呀！斗牛，别玩了，赶紧撕了他！是公主。哇，早晨没吃饭呀？啊？乃扶桑勇士，扶桑勇士是吗？那你就给我滚回扶桑！咦！哦！怎么？你当着诸国使者的面，一个扶桑的公主想食言不成？本公主一言九鼎，拖就拖。斗这个没用的废物！好，没想到这铁衣还真有点本事。那当然了，本世子没时间跟你们磨叽，你们3个一起上！还等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连那身铁甲一起砸成肉泥！啊！你看，上房顶了！好，耶！小哥好帅呀！扶桑相扑手，就这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扶桑勇士天下无敌！1、2、3，一共3件。扶桑公主当街脱光，成何体统？哎，我又没让你现在脱，这就是棋。哎！把他给我押回府内。今晚我要让他当着我的面慢慢好嘞，相公。你想做什么？走吧，我可是扶桑公主，你们松开！走！这大周只是一个世子，便如此勇猛，真是可怕。就是，我们还是乖乖的朝宫吧，别动什么歪心思啊！哎，大夫人，今日相公表现如何呀？还算不错吧。那家伙为什么总能如此出人意料？皇姐，皇姐，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！今天从鸿胪寺回来，你就一直这般发呆，又在想许世子呢？谁想他了？浮浪之徒。这时候没准在跟那个扶桑公主，那个。没想他，那你怎知他现在在做什么？还不闭嘴！还不闭嘴！好好，不过他现在大夫人的位置一直空着，还在等皇姐您点头呢。我乃大周女帝，肩负一国重担，岂能随便嫁人？此事以后再说吧。该死的徐不凡，又坏本王好事！谁能想到他竟然人如其名，如此不凡？扶桑4大勇士竟被他一人干掉，
庶几那女帝在朝中威望不减反增，万邦使臣臣服，真是该死！亲王殿下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本王倒是有一事。何事？你可知荆南四郡名为鳌虾的虫灾泛滥？还有此事？本王一直让丞相魏贤隐瞒此事，放任其毁坏良田无数，放任灾民暴富。为的就是今天，我倒要看看女帝，她在毫无准备之下，该如何应对虫灾。虫灾，这可是灭国之兆。若是不能扳倒女帝，登临帝位，这大周王与不王，与我何干？丞相，你们等下，让我去进殿禀报啊！丞相，尔等朝廷重臣，硬闯御书房，朝何体统？陛下，臣有急奏。何事？陛下，近日以来，京城周边4郡鳌虾之灾突起，所到之处决堤盗洞，4郡良田尽毁啊！数10万的灾民正向京城涌来啊！陛下，你说什么？如此重要之事，为何此刻才报？陛下，那鳌虾它会打洞，实在是没有应对之策呀！这可如何是好？民以食为天，大量良田尽毁，岂不是会饿殍满地？陛下，此时最重要的不是鳌虾之灾，而是陛下态度。你是何意？臣以为此时最重要之事，请陛下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，深尽虫灾，以谢天下。大胆！陛下，不好了！鳌虾之灾已泛滥至京城，百姓惊慌逃窜，皆乎天罚呀！什么？天罚是天罚呀！天哪！天罚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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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虫灾四起，皆因陛下失德。天降虫害，乃灭国之兆。臣恳请陛下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，深尽虫灾，以谢天下呀！请陛下下罪己诏，退位让贤，深尽虫灾，以谢天下。岂有此理！让朕退位让贤就罢了，还要让朕以身饲虾。皇帝，你是何意？陛下，此乃众望所归，臣弟复议。糟了，你赶紧去请世子来救皇姐。慢点，慢。哎呀，相公，你日上3竿才起床，那扶桑公主的魅力当真那么大吗？就是。哎呀，也是本世子失算了，没想到扶桑那种贫瘠之地，竟能孕育出如此奇耻大辱。本世子也是使尽了18般武艺，才将其制服的服服帖帖。青啊，什么事儿？世子殿下，我月溪姐妹在担心，需要你解救。什么？我大老婆被欺负了？是这样的。鳌虾？你是说小龙虾泛滥成灾了？快带我去！哎，等等，师姐，你去让金莲和玉子准备一下。好的，相公。出发。殿下，虚党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么做就不怕被臭家灭族吗？我操！让他的臭嘴给我闭上！魏贤，你们助纣为虐，帮周海墨那畜生弑君篡位，你们真当天下百姓无知？待我天下秦王之师到达之时，便是尔等的死期！
弑君？谁说我们要弑君？明明是陛下您可怜天下苍生，自愿以身饲虾，平息天怒嘛。对呀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睿亲王悲痛之下继承皇位，执掌大周，又有大将军赵霸天鼎力支持，何人敢反啊？颠倒黑白，无耻之友，待朕解脱，必取尔等狗命。事已至此，你已经失去了地位，不过一介女仆罢了，何以翻身呢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整个京城还有人敢站出来帮你不成？趴了个趴子，谁敢欺负我老婆？此人是许不凡，快将其给我拦下！我看谁敢！来，下来。许不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大老婆有难，夫君怎能不来？大胆！哎呀，你丫的！我看你才大胆，敢拿本世子的大老婆喂小龙虾，你想死啊？无知小儿，敢如此跟我说话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就算你是大周的皇帝，你敢动我老婆，我照样干他！别跟他磨嘴皮子了，现在解决龙虾要紧。你说这玩意儿啊？此为鳌虾，繁衍极强，擅长打斗，已毁坏良田无数，再不解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简直离谱！这小龙虾还能成灾啊？嘿，知道怕了吧？知道怕了就赶紧滚！今日活计是解决上苍之怒的唯一办法。区区小龙虾而已，本世子挥手可灭。荒谬！我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，就凭你还能把这些鳌虾吃了不成？就是狂妄自大，赶紧滚，别妨碍我等活计。你们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许不凡，你真有解决办法？是啊，世子，这小龙虾数都数不过来，还会打洞，到处都是，无孔不入，怎么灭呀？哎呀，那还不简单。小九，去问问玉子跟金莲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相公。相公，还有1炷香的时间。OK。就1炷香的时间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就凭你的2个小妾，能起什么作用呢？看见了吧，定是你不肯以身饲虾，彻底惹怒了上苍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请速赴死！为了天下苍生，请赴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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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非这是天命？天命？那本世子便逆天而行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徐世子，你走吧。不要，月溪姐。说得好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，这么说，就算是要死，也是让那女帝去死的，你掺和什么？许不凡，其实我什么真真假假的，本世子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1炷香燃尽之刻，便是小龙虾覆灭之时。许不凡，这数以亿计的鳌虾，就凭你1张嘴和2个小妾，还能灭了他们不成？狂悖之徒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全部赶下去！许不凡，事已至此，虽然知道他们是荒唐之言，但是为了大周百姓，我愿意赴死一试。来不及了，丞相，我们还是回去躲一躲吧。月溪姐，世子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好，不哭啊。本宫以身饲虾，愿苍天息怒，饶了我大周百姓。
你是要跟我玩泰坦尼克吗？放开我！什么泰坦尼克？时间来不及了，这天下苍生。急什么？啊，枪燃尽了。燃尽了又怎样？无人机群出动！天啊，神迹啊！是神仙降世，女帝难道有神仙保佑？这不可能！这天上飞的是什么妖物？丞相，这可怎么办？女帝不仅活着，鳌夏之灾还解决了。这我哪知道？徐不凡这个纨绔好色的世子啊，怎么会有如此神仙兵器呀？竟然真挡住了洪灾！世子，你不会是神仙吧？这天上的大盒子是什么？这个叫无人机，厉害吧？这太神奇了！这一眨眼的功夫，这虾全死了。这怎么做到的？三绝，玉子，遥控器给我。走吧。这个呀，就是无人机的遥控器啊。这个，来，我教你。这个呢是控制上下，这样就是控制左右。好神奇！这许不凡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就真的被瞎了。啊？什么？太小声了，我听不见。什么？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大庭骂俏，成何体统啊！奸笑！你不出声，我差点把你忘了。嘿，周月溪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眼下只不过是解决了虫灾而已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还有数十万的灾民正在向这里涌来，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处置。就是，哼，稍有不慎，数十万灾民便会揭竿而起，京城首当其冲。那就不劳你们费心了，快把他们压下去。敢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本相的调度，你一颗粮食都别想拿到。皇姐，周汉墨的川东群臣逼宫，我们不派人拿下他吗？不用管他，只要朕一日不死，他便一日不敢反。可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那些即将赶到的嗷嗷待哺的灾民，这些灾民一旦涌入京城，尤甚于虫灾啊！也对，可是皇姐，那可是100万灾民，我们京城的粮食还得去别的地方运来。现在周边4郡又有鳌虾肆虐，哪有多余的粮食给灾民吃啊？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总不能让这些灾民饿死吧？我说，你俩背着我聊什么呢？啊？哎呀！许世子，我曾听闻今夏旱灾，你曾救济过灾民，那你还有粮食吗？对，许不凡，你可有办法？不就是粮食吗？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？那你能帮帮我吗？这样，这次你帮了我，那本宫答应你的一切要求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那你先亲一个当做利息。姐，亲一个就能拯救100万灾民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替你。这样对了吧？你说话算话，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本宫把你碎尸万段。放心吧，本世子说到做到。总算迈出第一步了，金色传说，本世子要定。小九啊，
回去让夫人们准备一下炊具，随本世子前去救灾。好嘞，相公，我也要去。恭喜王爷，待到女帝驾崩，王爷便可登上95至尊了。是啊，想必女帝暴毙的消息很快就会传，到时王爷众望所归，当登基为帝。本王定不会忘了你。待本王登基，定封你为异姓王。谢王爷，不对，谢陛下。臣妾为陛下贺。王爷，虫灾！快说，是那女帝被鳌虾吞食了吗？不是的，是许不凡突然献出大量法宝，将京城周边的鳌虾全部消灭。不可能！那女帝呢？女帝随许不凡正在前往赈灾。该死！如今这女帝解决了虫患之灾，在朝中定是威名大振。如果再让她安抚了百万灾民，这皇位岂不是让她坐稳了？不行，本王要去看看。王爷，老臣暗中随你去，只要让老臣找到机会。好，如此甚好。待本王登基，一定封你为异姓王。谢陛下。哇，真没想到这小龙虾如此美味，可比本宫的御膳都不遑多让。月溪姐，这蒜蓉味的小龙虾真是太好吃了。世子，你也吃啊？不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小玉，只要你把这小龙虾的处理方式还有烹饪方法交给这些灾民，甭管小龙虾再多，这些灾民通通给你吃光。哦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仅解决了虫灾，还让这些灾民都填饱了肚子，而且天底下还多了一道如此的美食。这还不是本公子的功劳？哼，算你厉害。姑娘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份啊？行。谢谢姑娘，真是人美心善呐。小龙虾真好吃啊，我吃了好多。慢着！哎，瑞亲王来了，我以前远远的见过他。瑞亲王可是有名的贤王，定是知道咱们挨饿，来赈济咱们来了。那太好了！周月溪，你就给灾民吃这种毒，你想要害死百万灾民吗？周寒木，你竟还敢出现在本宫面前！我为何不敢出现？你，哼！哎，呀，这女人奖励不错呀！发现新奖励，腾空舞剑。这俩人谁啊？瑞亲王周寒墨和大将军之女赵若曦。大将军之女，怪不得。相公，你是想……这女人本世子要定了。周月溪，你给灾民发此毒物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胡说什么？这鳌虾如此美味，怎会是毒物？还在狡辩？谁不知道这鳌虾是害虫，食者穿肠烂肚，乃为剧毒。哎呀，这瑞亲王说的这有毒，那可就是真的呀！哎呀，有毒！我刚才吃了好多，这怎么办？还好我没吃啊！周月溪，还不快跪下，给灾民道歉！不要这样，姐姐一心为了你们着想。你们这帮乌合之众，人云亦云，我们千方百计让你们填饱肚子，你们不信我的话，他们上嘴皮子碰一下下嘴皮子，你们就信了？许不凡，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让灾民吃鳌虾的吧？那当然，整个大周除了本世子，谁还能发明如此美食？美食？我看你就是周月溪毒害百万灾民的帮凶！把死者给我抬上来！啊，这多死一个！老娘子就是吃了你们的鳌虾，重毒身亡的。
人证物证俱在，周月熙，你可知罪？周月熙，你可知罪？呸！我就知道，你们这些贵人对我们这些难民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闭嘴吧你！死者，来我看看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娘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这汉中王世子本就好色成性，纨绔至极，偷工3000，他怎么会好心救助？他就是毒害尔等，取乐吧！你们好狠毒啊！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把他们抓起来！打死他们！不会的，大家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个帮凶！对，把他们一起抓起来，打死他们！哎，你们够了啊！许不凡，四大灵头还不认罪，那就别怪本王亲自动手，为民除害了。给我把他拿下！你们毒害灾民，还敢反抗不成？妈，拿着！糊涂！今天我毒死你！你要做什么？许不凡，干什么？你放开替我！干什么？也让我为你啊！给我解药！许不凡，你竟然谋杀亲王，还不赶快把解药交出来！哪有什么解药是吧？好好好。哎，小九，小水端来，小水啊！等着啊，洗脚水不，解药马上来。解药来了。来，把亲王的嘴掰开！快！哎，算你识相！要是王爷有个3长两短，你就完蛋了。王爷，许不凡，连解药都准备好了，还说那不是毒？什么解药？那是我相公的洗脚水。洗脚！王爷，许不凡，哎，是你自己要解药的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而且你吃完小龙虾不照样活蹦乱跳的？难道真的没毒？我就说嘛，我吃了3碗，一点事没有，那肯定没毒啊！是啊，我早就说了，怎么可能有毒嘛？王爷，这可怎么办？恐怕阻止不了女帝。该死的许不凡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！赵将军，不想死的都给我滚！王爷，爷来了。赵大将军，你这叫造反吗？就是造反，你能奈我何？赵霸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周月熙，你还逞什么能？我怕告诉你，本王的300死士已将此处包围，你就乖乖受死吧！你，哎，我说大夫人，你这皇亲国戚混得不怎么样啊？怎么谁都想要你命？许世子，其实月熙姐的身份不对劲儿，你们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哎呀，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，先想想今天怎么活下去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打情骂俏。周月熙，若是你一直堵在王城，本王还真难以为办。可你非要来这儿解救灾民，真是爱民如子啊！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了。赵将军，动手！是，罗西，这些人就交给你了。爹，放心，他们都是手无寸铁之人，交给我便是，我一定做得天衣无缝。王爷，为免骚乱，您还是先随我回京，准备登基吧。的确如此。走。为了我赵家的荣华富贵，你们去死吧！大小姐，要不然快和狮子跑，我最多能顶住半支香的时间。停！费那大劲！狮子，你妈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小九，把我的 AK 取来。好嘞，相公，相公。让开，本世子要装逼了。许世子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许不凡，你别去送死。送死？
我有 AK 在手，死的只会是他们。什么 AK？ 妾身从未听说过。那是你孤陋寡闻。此乃 AK-47，有效射程300米，乃居家旅行、杀人越货之必备神器。2根柴火棍能救得了什么事？你捅个屌！本世子劝你举手乖乖投降，要不然子弹不长眼睛啊！许世子，你屡次坏王爷好事，我还以为你乃当世奇男子，没想到你是无耻之徒。什么 AK？ 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吧？许世子，难道你早有安排不成？难道有救兵？许世子，你真是算无遗漏啊！就这点人还用什么救兵啊？本世子一人就可以。就是，相公神器在手，天下无敌。说什么呢？这是大将军300亲卫，以一敌10，你这一个人能有什么用？以一敌10又咋了？他们能接到子弹啊？月溪姐，我们今天死定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跑来这载命令，也不会连累你们陪葬。安了，本世子保你们一根毫毛都不会掉。哼，是300亲卫听令，给我杀光他们！杀！这是自寻死路。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哇！都死了！这300亲卫全都解决了。世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AK 在手，本世子保你们毫发无伤。真是非同寻常啊！哎，能不能借我看一下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是我大老婆嘛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，二老婆也有，来拿着啊，慢点儿。哎，这神器该如何击发？我教你啊，哎，这样，对，哎，对，手指扣进去，哎，对。我让你走了吧？世子，我也是被我爹逼迫的，你就饶我一命吧。鬼才信！原来如此啊！来来来，原来如此，本世子一看你就是身不由己啊！这可是航母啊，可不能错过。多谢世子。放心啊，有本世子在，没人敢动你。世子之恩，若曦感激涕零啊，一定会全心全意伺候世子的。赵若曦，你别再装模作样了。哎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人家若曦马上就跟你是姐妹了，你怎么能欺负人家若曦呢？徐不凡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她就是个狐妹子。哎，什么狐妹子？若曦妹妹一看那就是善解人意啊！正好八夫人的位置还空着，我看你不大也不小，就做八夫人吧。徐不凡，你真要娶她为妾吗？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哼，我吃你个大头鬼的醋！你爱娶谁娶谁。走。月曦姐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？什么事儿？皇姐，这环木篡位还未解决呢，要不请许世子帮忙？不行，皇位之争稍有不慎会被抄家灭族，不能把他牵扯进来。可是就靠我们2个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哎，徐不凡啊，你能否把你这个 AK 神器借我们一用？想拿就拿去玩呗，拿吧拿吧。啊，哼，有此神器在手，还怕什么造反？走，徐不凡，这灾民之事就交给你了。我先回去一趟，有急事处理。啊，行吧。哎，早去早回啊，早去早回。走。相公，刚刚太夫人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是吗？
好，那这样，你派无人机跟着大夫人，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啊。那您呢？我当然是忙着娶妻了呀，豪母，我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慌什么慌？都站好了，恭迎新帝。皇姐这个时候也该死了。这大周的皇位终于属于本王了！周罕默，你这个逆臣贼子！老匹夫，你真当本王的刀斧利否？谋朝篡位，就算杀了老夫，你们又如何对天下人交代？交代？女帝已死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王爷登基，乃天命所归，向谁交代？什么？陛下驾崩了！唉。皇姐心怀百姓，亲自去救济灾民，谁曾想却遭暴民刺杀。陛下，老臣无能。圣上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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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来人，把这个藐视新王的老匹夫押下去！皇帝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朕还没死呢。哎呀，哎，好，哎，对，哎，左边来一点，哎，对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舒服吗？舒服。相公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啊？瑞亲王和赵霸天正在皇宫造女帝的反呢，我们不回去看看吗？造反嘛，不就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也粗拉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可是女帝万一有事怎么办？女帝爱死不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管是谁当皇帝，都动不了本世子。大夫人也在。大夫人她是什么？不是，大夫人她没事干，往皇宫跑什么？她不知道她造反啊？可不能让她再坏了追后王爷的好事。世子，管他干嘛？春宵一刻值千金糟了！怎么了，相公？大夫人、二夫人可是有 AK 在身，根本无人近他们的身。可是什么？可是 AK 子弹被我打光了呀！什么呀？被车更一走了！你怎么还活着？赵若曦呢？这个300禁卫呢？赵若曦已被拿下，至于你那300禁卫，被许世子一人剿灭。该死的许不凡，又是他！陛下，老臣就知道陛下无恙。太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还不给朕滚下来！王爷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此刻你以黄袍加身，女帝不死，死的可就是我们了。对，赵将军，快将他们拿下！女帝，没想到你真回来送死，真是愚蠢至极呀！赵霸天，陛下亲自提你为大将军，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还拥立亲王造反，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当将军哪有王爷舒服？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陛下，请束手就擒吧。朕有神器在手，这点兵士算得了什么？就是，再靠近一步，打死你们！神器，莫非又是那个该死的许不凡给你的？当然，哼，谁敢不怕？上来试试！你上！哼，敢拿刀指着朕，给朕去死吧！哎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，这就是你说的神器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！皇姐，我的神器也没用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神器
只有许不凡能用。哗众取宠，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！完了，黄姐，我们今天死定了！哼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朕在此，你们还不放下武器，就地倒戈！黄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些士兵都是我的子嗣。去，拿下女帝针头者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呀！死了！是暗器！是暗器！许世子，许不凡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金色城，还不是为了大老婆你吗？快，他定是要刺杀本王，快动手保护本王！许不凡，你竟敢擅闯太和殿，还用暗器伤人，莫非是想造反不成？我谋反？那你们在干嘛？我们是在恭迎新帝登基。说得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哈。我先走了。走。还不快放开我！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反的是女帝，女帝都不见踪影，你一个皇亲国戚在这凑什么热闹？你女帝脑残粉啊！我什么我？走了。站住！想走可以，把女帝留下。女帝？什么女帝？你少给我装傻！女帝当然就是她，周月熙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说我大老婆是女帝，老婆，她说你是女帝，好笑不好笑？怎么不好笑吗？岂有此理！你怎敢对女帝无礼？快放下你的狗爪子！对不起，之前瞒了你，朕便是这大周女帝。你真的是女帝啊！许世子，你别误会，姐姐不是有意隐瞒的。居然是女帝！我就说嘛，普通的皇亲国戚怎么会有金色传说呢？许不凡，既然你知道朕是大周的女帝，那之前的戏言，那不是正好啊？你想啊，如果我老婆是女帝，那大周不就是我的？这3杀5除2之后，这大周的女人，我想娶谁那就能娶谁啊！你们打情骂俏够了没？这大周是本王的，这女人更是本王的。本来我是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既然是家事儿，我就不得不管了。敢抢我老婆皇位，想死他！许不凡，不要以为你有那杀人无形的暗器，便可扭转乾坤。本将军殿外有10万禁军，一声令下，便可将你们撕成碎片。跟我比人多啊！小九，发信号，让3000后宫备战。是。哎呀，我又赢了哈！给钱！是上古的备战信号，快掏家伙，干！我们幸福，找死！上车，目标皇宫。等我3000后宫到了，10万禁军又如何？全是渣渣。本王见过狂，没见过你这么狂的。那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我看你是纵欲过度，脑子傻了吧？还是你看本将军的10万禁军太孤单，送3000个娘们儿，让他们开心开心。许不凡，我知道你的妻子各有本领，但说到底不过是3000女子而已。此时送来，无非是肉包子打狗。是呀，许世子，
大将军麾下10万禁军，乃是大周最精锐、装备最精良的战士。装备精良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俩知不知道什么叫现代战争？许不凡，汉中王许巍威震大周，从不打诳语，怎么就生下了你这个夸夸其谈的儿子？老豆儿，我相公才不是夸夸其谈呢，在后宫3000姐妹面前，什么禁卫军不过是土鸡娃狗耳。不错。哼，好了，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禁军的无敌之威！列阵！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对不起，是朕连累了你。放心吧，时代变了，别说是10万禁军，就算是100万，那又如何？哼，那本王今日便要看看，是你的3000后宫厉害，还是本王的10万禁军厉害！给我动手！发生了什么？哦，皇宫外突然出现一群全副武装的女人，10万禁军无法抵挡。谁敢欺负我相公，去死！都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夫的禁军天下无敌，怎么会被一群女子？哎，许不凡，这些女子皆是你的妻子吗？那当然。简直仿若神兵啊！皇姐，有许世子的3000后宫在此，今日我们得救了。王爷，眼看禁军即将溃败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赵将军，现在害怕也没用，只能敬你一搏。您的意思是，篡位乃谋逆造反诛九族的大罪，现在只有杀了女帝和婉清公主，我们才有一丝登临救亡之机。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拼了！周寒墨，10万禁军已败，你还想如何？那又如何？今日本王只要杀了你，一样可以登基称帝。皇兄，你为了皇位已经疯了。我没疯，我是父皇唯一的儿子，这皇位本就属于我，是他仗着嫡长身份强抢本王皇位，执迷不悟。随你怎么说，成王败寇，本王今日定当全力一搏。动手！哎，想动本世子的老婆，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不过就是仗着你手里的暗器逞凶而已，有能耐就把暗器放下说话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那你就放下，不扔就扔。真是个傻逼，让你放你就放了。来人，给我动手！愣着干什么？他两手空空，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。快给我动手啊！是吗？真是个傻逼！哈啊！这发生了什么？啪！啪！砰砰砰！这怎么可能？哇，这怎么做到的？你难道是神仙不成？世子，人家也想知道。想学啊你们？这可是我自己的独门秘籍，要是想学的话，嫁给我也可以。也不是不行啊。你想得美！学你妹！王爷，要不我们还是先溜吧。无了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快带本王离开！哎，得要是再敢动一下，别怪本世子让你们身上多个眼儿。许不凡，你3番5次坏本王好事，要不是你，
本王早就是这大周的皇帝了。哎呀，别这么说我嘛，你继续夸。我没有夸你，我可不得，动我丈夫一根毛，我让你们都死！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大势已去，老夫害了赵家。没想到，这浪荡世子竟搅了本王的好事，这是天要亡我啊！别废话了，张武，属下在。皇姐，我知道错了，皇姐。晚了，要不是许不凡，我早就喂小龙虾了。我再也不敢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去做个仙草王爷。皇姐，做梦！朕下令剥夺你的一切，贬为平民，押入天牢，此后问斩。成王败寇啊！陛下，老臣自知罪孽深重，罪不可赦，但求陛下宽宏大量，放过老臣的女儿若曦吧。你女儿啊，已经是本世子的第8夫人，我会好好对她的。嗯，谢世子，谢陛下。一并押入天牢。这下终于解决了心腹大患，许不凡，这下多亏了你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本世子啊？快点放开朕！记不记得你和本世子说过的话？什么话？哎呦！